咱要来看，咱这应该讲每日甲啊，每个日咱有人写甲伊讲一对4，就是咱24.7。是安怎的？每个日就是伊的原因就是咱地嘅说 location 咱的地，伊安怎说呢？大家知贵西边向东边说，因此咱所有的日夜甲咱的星，拢是东边升起来，西边落去。这英语来讲就是 rise in the east and set in the west。当然有一点例外，就是咱的北极星，就是咱的北极星，北极星。有解说。来，另外咱讲着咱的四季 ，four season， 来 ，what four season？Four season. Spring, summer. 这上简单英语spring and summer and autumn or fall. Winter. Four season. 讲到有四季四季原因就是除了咱地球家己说之外，伊所谓光线，光线甲自然英语就无共光线，当然这英语较难啦咱自然讲 rotation， 咱光线用说是个 revolution， 都是一样旋转revolution 係光轉。另外，加上，你看咧地球儀伊是安怎會起一個起一個因為第四，這條線起23.5度23度半23度半，所以就是咱畫這圖這咱的太陽是這邊，咱地球起一個角度，坐到這邊，所以到這的時陣。咱恰到一家，老師，我要上廁所。日頭伫遮時陣，因為咱的日頭是射咱的白板面，所以造成這時陣，咱是地球是安尼說。咱讲逆时针逆时针，伊个光线嘛是逆时针，所以就容易射过来这边的时阵，日头是射恰倒，所以夏天来是啥物时间？秋天嘛，所以这些就是秋分。来射到遮的时阵，日头是射南半球，所以
这个是咱抓回，啊，咱台语也叫当税啦，吼，当税，食营养的当税。尾了，搁细块，日头赶快直下下热，所以这贵者袂啥。分啊个细块变下者，安尼一当的时间就起来。所以这个是咱讲的数据的变化，咱讲的数据的变化。咱今仔伫个地面，人徛伫遮，看做咱去看天顶，咱会发现讲日头的迄个卡日啊，太阳的轨迹。你要看太阳轨迹，我知你有去过阿里山去看迄个日出无？敢有人去看过？看过阿里山日出无？好不好？拍什么？有啊。都七早八早要起来，对不对？很难过哦。啊，坐火车去。你看日出的时，伊迄个平台，柱山迄个平台，伊有画一个地图，甲你讲你即摆几位，啊日头几岁？然后就变地下300层。这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伊的位堆，咱以北回归线，咱以北回归线为准，你若这两个季节，就春分甲秋分的时阵，伊会为迄个正东边升起，到天顶的时阵，伊会起一个23度半的角度，落来的时阵，要到正西边。若准讲伊伫迄，这是春分甲秋分的时阵，夏季热天的时阵，伊会偏北边升起来，到天顶的时阵，伊拄啊日头较顶，日头拄啊日头较顶，落山的时阵，伊会西边偏北边。这是咱讲夏季的时阵，若冬季的时阵，伊的东边、偏南边升起来，到天顶的时阵，拄啊是上起的时阵，顶个23度半的就袂，所以伊起头要45度啊。意思着你若伫咧冬季的中昼。12点的时阵，徛去日头顶悬，你会发现你的人影的长度甲你的身悬差不多。这是因为伊起头要45度。咧三角公式整起来是安尼。落山的时阵就偏北，所以你看伊的日头出来所在比较煞，所以。你咧看阿里山遐伊的图就是安尼画，就是安尼画。春分甲秋分的时阵，同齐同款。所以这就是咱的每日甲四季四季的变化。咱这部分就先讲到这。